今日去美國加州著名嘅葡萄酒產區 Napa Valley 去睇一下，順便品嚐下佢哋超過100年嘅三文治老店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從三藩市揸車去到 Napa Valley， 個零鐘就可以到達。位於美國加州嘅 Napa Valley， 佢嘅西邊係山，東邊亦都係山，成個 Napa Valley 佢就係夾喺山谷嘅中間。呢度嘅面積唔會好大，南北峽谷嘅總長係48公里。呢度就係全球最著名嘅葡萄酒產區之一。近年嚟嘅出行，我就分享下自己嘅感覺。俾我個人嘅感覺就係去到邊度都可以見到印度人。諗唔到佢哋咁鍾意旅行嘅，真係無處不在。首先我哋就嚟到咗 Oakville Grocery 呢度，呢一間係非常有名嘅100年老店。好多人過嚟 Napa Valley都會喺呢一間100年嘅三文治老店停留，我哋都唔例外。既然嚟到，梗係要品嚐下佢哋嘅三文治啦。一入到嚟，入邊就好似一個雜貨鋪咁樣，賣乜嘢嘅都有。講起呢間店嘅歷史，佢就巴閉咯。成立於1881年，佢係美國加州持續經營最古老嘅雜貨店之一。呢度就係現場整各種三文治嘅地方，全部都係即點即整。喺最早期嘅時候，佢唔係商店嚟嘅。除咗商店之外，同時佢亦都係郵局、電報站、社區物資中轉站等等，主要服務嘅就係周邊嘅農場、葡萄園嘅工人。呢一間100年三文治老店可以講係經歷咗各種各樣嘅時期，例如淘金時期、禁酒令時期、大蕭條時期。同時佢亦都見證咗 Napa Valley 成個葡萄酒嘅興起嘅過程。喺上個世紀60年代，Napa 呢度嘅葡萄酒產業興起之後，呢間店就轉型咗成為精品雜貨熟食店。排隊買三文治嘅人好多啊！上面有好多種唔同嘅三文治，我又係用咗我以前慣用嘅方式，問呢度嘅本地店員，你哋推薦邊個品種？佢就同我介紹話係點 Muffuletta 比較好食，咁就一於聽佢嘅介紹點返個啦。跟住我仲點咗一包餅。本嚟係想買朱古力曲奇嘅，點知就冇留意仔細睇，買咗個薑餅，顏色同朱古力曲奇嘅色係一樣嘅。買好飲品同埋三文治同埋我所謂嘅曲奇餅之後，跟住我哋就攞住啲嘢出嚟出邊揾位坐。不得不講，出邊嘅環境真係相當嘅唔錯。成間100年老店就係俾葡萄園所包圍住。我而家攞起呢包餅仔細睇，先至睇到自己買錯嘢。呢個三文治就係本地人推薦我哋買嘅 Muffuletta 三文治。本地人話呢個口味嘅三文治喺本地係相當嘅經典，一啖食入口，包係硬嘅，芝士係凍嘅，肉係凍嘅。所謂嘅靈魂醬汁竟然就係鹹橄欖醬。早知我就唔問佢意見啦，呢個鹹欖真係好難接受得到。阿仔總結咗3個字，呢個包係又硬又凍又鹹。我諗呢個就係完全係飲食文化上嘅差異啦。各種各樣嘅鹹欖，無論係喺北美定係喺歐洲，佢哋都好鍾意食，但係我就真係有啲食唔慣。喺呢間100年老店仲有現場製作 pizza， 一邊食住又硬又凍又鹹嘅三文治，一邊就睇住火車慢慢經過 Napa Valley。有時我發現西人嘅口味真係都幾重，咁鹹嘅一個醬，佢哋仲話係本地非常受歡迎、非常暢銷、非常經典。跟住再試下我買嘅曲奇，入口先知道係非常非常硬嘅薑餅，每咬一啖都有崩牙嘅危險。我見個個西人都係食得津津有味，我諗應該係我哋點得唔啱，點嘅口味唔啱自己嘅問題啫。我話阿仔，使唔使我哋買多個其他口味試一下？佢話唔使啦，因為啲包肉同埋芝士都係一樣嘅，都係硬嘅凍嘅。主要就係喺呢個100年三文治老店呢度體驗一下，咁就算可以噶啦。食完2個人嘅肚凍冰冰，繼續向前行。今日我哋就隨便逛一下 Napa Valley， 因為阿仔揸車，所以我哋就係見到好睇嘅酒莊就去逛一下行一下，冇試酒。因為如果係我一個人試嘅話，佢唔試又覺得好冇癮。不得不講喺北加州呢邊玩嘅地方豐富多彩過南加州好多。喺美國加州嘅 Napa Valley 呢度，夏季嘅時候就係天氣非常嘅乾燥，落雨好少，晴天多，日照足。而到冬季溫和多雨，就係呢度氣候嘅特點。喺成個種植區呢度冇嚴寒，非常少嘅霜凍。
夏季又唔會落大雨，所以就完美規避咗葡萄成熟期嘅爛果嘅一啲風險。喺呢度佢哋生產嘅赤霞珠就係最為出名。呢度生產嘅紅葡萄酒果味特別嘅濃郁，俾人嘅感覺就係熱情奔放嘅類型。入口有非常明顯嘅黑果同埋熱帶水果嘅香氣。葡萄酒我鍾意熱情奔放嘅類型，比較啱我自己嘅口味。睇咗幾個唔同嘅酒莊，雖然係冇試酒，但係入嚟見下佢哋美麗嘅園景，亦都係相當嘅養眼。呢次就由於同阿仔兩個人唔可以同時飲酒嘅問題，所以嚟到酒莊都少咗唔少嘅樂趣，只係單純咁樣欣賞佢哋嘅園景。有唔少嘅朋友建議我哋跟一個品酒團，咁樣就唔使擔心可唔可以飲酒嘅呢個問題啦。北加州真係值得嚟多幾次啊！呢次嘅 Napa Valley 走馬觀花咁樣遊，冇試到酒，有啲爭啲意思。嚟過2次都係飲得唔夠痛快，下次嚟一定要重新規劃，飲個痛快。今日嘅視頻，美國北加州最著名嘅葡萄酒產區 Napa Valley， 品嚐百年三文治老店，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我鍾意分享我生活中嘅點點滴滴。如果鍾意我嘅視頻，記得關注我啦。多謝你哋嘅支持。